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仔日国内又有技术甲空服人员确诊啦，而且因的行踪也出现伫人真济台北市的酒吧以及着餐厅。进前伫咧泰国验出武汉肺炎的台商，竟然头坐无人机登来到台湾，指挥中心也证实讲体检阴性的证明是伪造的。绿西哥车山发生地铁交通意外，列车通过高架桥的时阵，规座桥放落来，上无造成有20人死亡，70多人受伤。今仔日新闻一开始，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8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6个人是境外病例，也有2个当个对查感染源是华航的技师甲空服人员。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位确诊的技师有伫咧4月22日的时阵注过 A 疫苗，可能是还未产生保护力，才来染病。华航技师感染的事件是愈来愈严重。指挥中心阁公布2例感染源，阁伫咧调查的确诊病例。暗号1153是台湾籍30多岁的技师，4月16至18捌飞去美国，倒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到4月21，检疫期满采检结果是阴性。25做技师专案采检，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5月7日有发烧、咳嗽、流鼻水的症状，去予医生看采检了后确诊。也若暗号1154是台湾籍20多岁的女性，是这波感染头一个确诊的空服员。4月22至25捌接勤飞去美国，倒来台湾了后，伫防疫旅馆检疫到28，基本进前采检的结果是阴性。29暗时因为落符合清空的计划，去集中检疫所检疫，30做采检，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5月7日开始昏眩感甲烘烘、头壳戆、胃疼等等的症状，采检了后确诊。指挥中心嘛证实，这个新增加确诊的技师有注过第1档的 AZ 疫苗。他在接种的时间还不足，所以产生足够的保护力。那根据英国的研究，在接种后12天，那它才足以产生这个保护力，那降低它的感染的几率。到目前为止，华航落符合这波疫情，已经累计有28个人确诊，其中暗号1145，也就是落符合饭店的外包商做水电的，伊并无甲机组员接触，敢若有去饭店 B1 的员工餐厅食饭尔。我们有专家去现场评估的时候，发现说 B1 这边的走道工作空间都是比较狭窄哈，那通风换气是比较不好哈。事实上，没有到这个厨房或餐厅就已经在外面就可以闻到一些油烟味。另外，国内阁新增加6个带病入境新冠肺炎的病例，是为印尼、泰国、印度也有菲律宾入境的，因拢有一飞行机进前3天来检验阴性的报告。其中暗号1148是台湾籍60多岁的男性，去年12月份去印度办公，在工作的期间接触到确诊的个案。4月24的时阵出现人肾豆豆真虚弱的症状。5月7日登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并无症状。5月7日因为鼻无芳草，去予医生看采检了后确诊。暗号1151是印度籍20多岁的男性，4月16来台湾读册，入境了后由学校这边安排住宿做检疫。5月7、3检疫期满做采检确诊。不是第一位了哈，从印度前来。那我们从就是今天凌晨起哈，那印度进来的国人都要进到集中检疫所，但我们会这一部分我们会加强的注意。即马国内新冠疫情是愈来愈热烈，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到5月17，台北、新北、桃园地区的病院，也有长照机构停止探病探视，也若陪病的人是限制1个人。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推广这波疫情，社区的警戒都要到5月17。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最近一寡病例，指挥中心下晡也公布确诊者的活动行踪。染病的华航技师甲空服人员捌去过台北市上山区一间酒吧甲一间餐厅。另外，伫咧机场防疫旅馆的外包商工作人员，也有1个人染到武汉肺炎。伊的行踪捌去过新北市泸州的饮料店甲一间便当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确诊者的行动范围，按1153华航的技师4月29号透早天未光的时阵，是甲按1154的空服员来到台北市松山区的飞镖运动酒吧。4月19号暗时是来到台北市松山区的一间餐厅来用餐。飞镖运动酒吧的厝边就透露，伫个指挥中心公布消息之前，都已经有卫生单位来到这酒吧外口来做消毒。大概10点吧。就是有环保局的，就是有3个人在那边消毒，然后他们还有拍照。
这间飞镖运动酒吧的业者嘛，伫接到防疫单位的通知了后，调出迄一天监视器的画面，要来协助后续的防疫。业者讲啊，这较近的技术啊，个空服员，甲其他人客算讲无坐伤近，有坐较远一点嘛。他们那天客人其实不多，然后他们旁边的座位也没有人，两个人自己在自己的座位上聊天，并没有跟其他人接触到。另外，华航技术伫29号暗时来去食的这餐厅嘛是同款无咧营业，等待防疫单位进一步通知。这餐厅头家直接讲啊，有听过店员咧讲，这卫生单位已经伫前一天来做消毒。他有打电话来问一下，说这个是有问里面小姐说有没有来这个，后来他们两边有通电话，是确定是有的，知道是华航的。同款嘛，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名确诊个案，145诺富特本店外包商水电工的行动范围，4月26号加29号暗时来到新北市蘆洲的黄爵饮料店，29号中昼是到新北市蘆洲的吉野杭肉饭餐厅。这间餐厅伫下晡接到消息了，都甲铁门入落来。晚上的量还有啊？大概要偌济啊？哦。免讲啊啦，料我这的料的料啊，健康比较要紧啊，那个钱以后再赚就有了啦。餐厅虽然真无奈，不过也是主动来配合防疫，停止营业。指挥中心嘛，呼吁同一时间处理这场合的民众，要来注意提高警觉，自主健康管理。到5月13号，记者张志雄、张良雄、王德新台北新北采访报道。讲到泰国第三波疫情是继续在严重，因为确诊人数已经超过72000多人，而且最近有一个50多岁大兄去予泰国卫生单位通报讲伊验出确诊，泰国迄边找无伊的人，才发现讲伊根本就是坐飞行机逃走回来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个大兄所提阴性证明是假，伊一个人的自私造成空服人员甲证人的惊吓，实在是太不该啊！这个带病入境确诊的个案，暗号1149，是一个姓沈50多岁泰国的大兄，去予驻泰国代表处伫人面册铺文写伊是确诊逃走的大兄。泰国当地卫生局通报确诊煞找无人，这个大兄煞已经坐飞行机返来台湾。经过调查，指挥官陈时中证实，这个大兄登机前3天来阴性的证明是假。知道回来要有3天的阴性检验报告，不管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他持的那个阴性检验报告。它是等于是一个伪造的，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对这事情也非常的不满。指挥中心指出，泰国北柳府卫生局5月7日已经通报这个大兄确诊新冠肺炎，不过这个大兄煞无看人失去联络。隔当天5月7日出现伫机场，而且摕3天来阴性证明的报告，顺利搭中央航空 BR212班机返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因为发烧，伫机场去互查落来，迄天随行隔离住院治疗。有泰国的大兄讲，伫当地要摕到伪造的阴性证明，只要付钱就有当摕，并无困难。也有可能找他比较熟的医生、医院比较松啦。泰国很容易啊，不是那么困难的啦，有钱都好办事啊。摕伪造阴性证明坐飞行机的代志，引起中央航空机组员的不满，批评这种的行为实在是伤过自私。加上即马逐工差不多拢有几例境外移入的个案，空服员逐工上班是拢爱真尽心，而且泰国的疫情愈来愈吃力，已经进入第3波的疫情，测试上新高日确诊的人数超过1700个人，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的个案已经超过72700个人。เราใช้ชีวิตหวาดระแวงค่ะแล้วก็มันไม่ปลอดภัย100%คือทุกคนต้องดูแลตัวเองแต่มันก็ยังไม่มั่นใจในมาตรการของรัฐค่ะ航空公司的人员表示，摕阴性证明的文件坐飞行机，伫登机到位座位的时阵，地勤人员伫柜台就先检查文件是真是假，空服员是无法度知影的。大兄嘛讲，若是泰国当地有病院配合开证明，根本就无法度预防。目前敢若会当呼吁泰国政府加早裁罚，也若这个大兄会以无阴性的证明违法入境来做裁罚。另外，涉及伪造文书、暗砍疫情的部分，会伫调查了后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华航机师甲机场防疫旅馆的群聚感染事件是继续在增加，有各路位确诊者拢四界拍走，大部分拢是伫咧台北甲桃园。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台北地区甲桃园的病院、中照机构，对即马开始到5月17，禁止民众去探病探视，陪伴者也限定一个人。华航的机师甲落雨地互相烧的确诊者继续增加，其中几多名确诊者传染期的活动卡列拢伫台北、新北、桃园。指挥中心决定，台北、新北甲桃园市一日起到17为止，下来各病院甲长照机构拢禁止探病甲探视，陪同看病也限制只有1个人。
这段时间，我们也提醒在医疗机构的各个医师们，如果对看诊者呢，要加强对他这个 TOCC 的这个旅游史、职业史等等的一个探寻来就是说来找出这个是不是社区中可能的这个被确诊的个案。病医表示全力配合，并且请医师来提高警觉。伫台北新北桃园各大病院门口下晡也陆续搭着管制广告。随着疫情继续上升，为了保障自身甲厝内底人安全，民众大部分愿意配合。不过，也有民众烦恼影响陪伴厝内底人最后的时间。如果老人家太老的话，可能会有点困扰，但是觉得也是疫情需要的，对，还是会配合。我妈妈可能剩下这2天就要离世了，这样。如果你不让我进来，我就跟你拼了，这样。妈妈如果真的断气了，你不可能说这个儿子要来，那个儿子不能来，不行啊。指挥中心表示，虽然禁止探病探视，不过有哪种的状况用例外，像是急诊、家护，也是安宁病房这特殊的单位，因应病人的病情用例外开放探病。另外，若是病人要做手术，也是侵入性的治疗，必须有家属陪同，也是签署文件，用例外，民众唔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确诊病例当来住院治疗，伊所饲的一只牧羊犬，为着要避免疫情搁再摊开，也着爱进行防疫。对初二开始，新北市动保处也甲狗仔带走，照着防疫天数进行14天的隔离。详细替狗仔检查，看有啥物过样无？这只边境牧羊狗的主人是发行的技师，为着病毒事件内底确诊者，这阵正伫住院隔离，为着安全保险，伊初二也互新北市动保处带转去安置。人员会穿着全套的防护措施，然后去把他的犬只带回我们的隔离，然后做防疫。一些肺炎的一些症状，我们都会密切的来注意。那如果说有这些症状产生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些采样检测。对着动保处的安置做法，专精疫苗甲病理的动物学者拢认为，就是防止主人传互狗仔。因为疫情发生以来，像是香港就发生过主人喂互狗仔，也是单边的饲鸟场发生鸟中间的互相相喂感染。不过到这阵为止，也无科学证据证明狗仔会甲病毒回传互人类。肺炎它是会感染宠物的，像狗跟猫，特别是猫科，像狮子、老虎，这个都有感染过的病例感染这个猫或者是宠物的时候，这个病毒量要很高。有 paper 证明的只有 mink， 就是水貂，其他的动物包括狗、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好，或者美国的兽医师协会，他们发出来就是狗猫呢，并没有遗传给人的证据。为了防止疫情拖到动物身上，动保处呼吁民众做好自身的防疫，避免甲鸟甲狗相จิ้，也是分享食物给动物。也强调安置的牧羊狗，兽医师每天拢会环境消毒，也有检查，即阵是无发烧这症状，活动力也良好，食啉拢正常。若是14天无啥物过样，就使带回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台铁是正无平静，今仔日一天以来就发生2件事故啊！今早起伫台中成功站，就一台火车母伫咧变换铁轨路的时阵，却发生火车母突感卡条伫遐设备故障的意外。另外，有一台电车对家人要落站，煞伫咧上山站，因为档啊出问题，请出白烟。台铁伫这个月以来已经5站相关的意外路，运安会也无排除讲要甲台铁罚250万。货物列车卡伫个铁轨路无法度行，详细看，柴油机车头坐2点已经是现况情形，司机员唔敢行，就惊发生败北。铁轨路另外一边就是回收纸类工厂，不过真侪货车无法度通过并高度，一等就是几啊点钟。没有办法正常的交值啊，因为它这个有时候它在换铁轨还是什么，变成说我们有时候来去卡这个时间，到现在这样应该卡了1小时半了吧。工程人员也伫现场确认机车头甲分度器的受损情形，代志发生伫初4早起9点半，7自治处货物列车伫台中成功站做吊车作业，好亲像是无制止，将东正线19号电锁分度器客下去。它的轮子都还在轨道上并没有就一个悬空而已并不是出轨，操作上的问题了并不是设备上，应该是操作上的问题。台铁无承认败北，强调只是客害分度器列车无坚固，或者是人员伤亡。同一天，一个家人往北河的1167处区间车，特别11点半的时阵，伫上山站也发生请烟的情形。2件代志的原因拢爱去调查，不过运安会表示要处罚。经过
月11，民众特别为民，一个自强号底盘出现火花。到中日站的时阵，佫不出乌烟。云南会政会代替无伫规定的2点钟来通报，会伫下礼拜开会，将去年延迟通报重大事故记录也斗阵提报，研议对代替处分，相当应当罚250万。算算的最近1个月，代替都发生至少5件东亚甲车的问题，其中17共一帮车佫发生过2摆。代替表示，所有的车拢会做东亚系统特别检修，全面彻底检查甲体检，找出问题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行政院有公布第3天然气接收站甲工业港要走向外海气的方案，来回应海草打公投。今仔日就环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因表示讲支持走向外海方案，而且拢伫咧反对核能的北海华居民代表表示，因上届烦恼的就是海草打公投案若准通过啊，非核能的加远的目标可能就去互阻碍。甚至有长期以来伫咧反对6氢污染的摄影师也讲，支持减少涂炭，增加天然气。就选伫行政宣布3条甲工业港外涉455公尺方案过工，当年反对北海华居民郭庆林，伊伫记者会表态支持，佮讲爱徛出来，因为伊烦恼非核家园的目标会因为真爱海草打公投过关而有去。大家一直担忧，造成我们废核走不下去，受到阻碍，担忧非核家园就在此断送。了过当年记录6氢公害摄影师柯震东代表故乡老大人表达意见，认为外推方案应顺利争取减煤，摧毁偏乡的环境证据。蒸汽减煤，那这样的健康是最大化的，也希望这样的环境的影响是最小化。真侪位环团代表甲学者专家表态，一伫公投案投无同意，支持政府以非核减煤，互海草打顺势推动能源转型。主持记者会律师詹顺贵强调，绝对毋是替政府背书，更是环团分裂，是相信民主社会应该有多元声音。民主社会真的是要用对话来代替对决跟对撞。面对以前盟友表达反对，海草打公投推动联盟强调，三接迁址甲非核家园无冲突。议员相信，若改做普通式接收站来代替，佮认为外涉方案加开150亿有更较好的用途。你去发展再生能源或者是推广节能，它所带来的效益绝对会比盖3接的效益还要好。换个方式一定是不接受。无论是毋是支持海草打公投，意见无同的团议员有部分共识，拢认为3者无论是毋是外省，台湾拢袂欠电，并是亲像经济部所讲，两方也拢认同，减煤过程中爱配合节电甲热能。政府现阶段提供的资讯，议员无够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对咧，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台北市的大安区，昨有义警伫咧餐厅举办交接典礼。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和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仁等人拢受到邀请来参加。想袂到竟然有嫌犯去到餐厅，甲上清这家纸压出来。警方表示讲，这个犯案的嫌犯有5个人，初步判断应该是嫌犯甲餐厅捌发生纠纷过。2个查甫人冲入去餐厅，直接把手内底关的2大袋的假纸倒伫柜台甲涂骹规清这假纸就四处走，场面真混乱。而嫌犯赶紧骑车逃走。除了这2个嫌犯以外，警方也接获到另外2名共犯在场专程录影倒看，要一个人开车来接应。涉案的人4男1女，总共是5个人。我们发现犯嫌在逃离餐厅以后，那有不同的逃逸路线，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虽然最后可能有汇合，但是不断的在双北市逃窜。接应的车陆续载着嫌犯开始在双北做行政区四处走，开到北道时阵也一度并排违停，互警方查来，却是因为通报时间的落差，无当场抓到人。而事发在初3暗时，台北市中山区的这间餐厅，大安区乌龙义警中队当时正伫举行交接的典礼，双北警察局长陈家昌甲黄宗仁拢来参加，作为立委甲议员也受邀请出席，所以犯案动机特别引起外界注意。跟餐厅的纠纷比较有可能性，跟当时在餐厅内宴会的团体可能性较低，因为他们是在餐厅的柜台泼洒蟑螂，并没有进到宴会厅的相关的包厢里面去。
警界连续爆发上3分钟穿乌衫的人讲电脑事件，甲不头调解油价的特权，紧急风波，敏感时间点，毋能互外界联想，是毋是甲即摆事件有关联？而警方是讲无排除有任何的可能，不过对即摆事件，苏贞昌甲陈家昌拢严厉谴责。还有黑道丢蟑螂到餐厅，不论他是对警察或者是对餐厅，都绝不容忍。我想这个手法跟那个剥漆的或者这个剥混一样都是一种暴力的行为我们严厉的谴责。警方成立专案小组，锁定特定的嫌犯，即阵因为在新北泰山一间汽车旅馆抓到一名负责翕相，也有监看4位未成年女子。其他的嫌犯是藏伫桃园甲台中这所在，继续对翕中。警方也强调，无排除10万人有帮派背景，专案向恐吓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又搁再传出水路甲的车祸啊！这3暗时有民众赛车经过第74线东外环道的时阵，向撞出一只水路啊！一只水路啊连续去互2台车撞到，水路啊是受伤真严重，民众的部分是无人受伤。彰化警方表示讲，最近接续发生类似的案件，县政府会先做一块告示牌，提醒民众若要经过，就要小心细致。受伤的水路啊，倒伫车道，看起来真惊吓，涂骹还佫被弄到流落来粉者，因为受伤严重，已经用不无开。后尾路啊，我紧动诶，无后壁车足济。你甲保护就对啊。甲保护，无伊这会佫叫第2届危险啊。民众将车停伫水路后边，避免有车交着。边个民众佫提水互水路啉。初3暗时7点外，民众赛车经过彰化市北高山区的省道第74线东外环道，一只大水路雄雄窜出来，因为天色真暗，被2台车连续弄到。我有甲闪过，啊，迄台客运车对伫我后壁，结果伊就闪无过。东外环是一个临近山区的一个道路啦，开车没有注意前方的状况的话，可能有时候就会刹车不及，会去撞到的。虽然无人受伤，不过水路啊伤势严重，送医也是救袂倒来。这几年来，彰化北挂山区拢有真侪人看到水路啊出现，亲像伫139县道暗时，都有袂少人翕到水路啊走入车道，甚至伫彰化电中也传出现伫森林步道，好亲像因为紧张伤人的情形。水鹿它本来就是草食性动物，那在自然的环境底下，它只要有食物，大概都有办法生存下来。中华9.1地震呢，等于外溢出来之后，自然的生存下来。中华县卫生处表示，北挂山早年有饲鹿个场，可能伫91大地震了后走出来，或者是护业者放散，因为适应力真强，慢慢往前山移。警方表示，最近4年来，因为水路啊，火车弄到的交通事故有5件，除了协调县府加强警示，也希望赛车人唔通驶伤紧。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最近这5年，逐年出事的人数比死亡人数大约是减少3000人。县政府为着要提悬生囝的补助，头一梯是补贴1万，第2梯2万块，生10梯就补贴到10万。另外，对于去年开始针对云林县内若准有需要做人工怀胎的翁仔某，补助金额上悬有到2万块，目的就是希望讲鼓励民众赶紧来生囝。云林县老大人人口多，65岁以上的聚会人占云林县总人口数19.1%，老化的指数是全台湾排第2的。为了鼓励生育，县内用过生育津贴，头前我是补助1万块，第2梯了后拢是15000块。即马云林县政府加价提悬生育津贴，生几梯就会补助几万块，要来鼓励民众生育。那第2胎呢，我们就是从15000了哈，那以后都是15000。那现在呢，我是15000已经变成2万了哈。那第3胎本来15000，现在变成3万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鼓励生育了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大概到第3胎的意愿只有12%而已。云林县政府表示，根据资料统计，目前云林县生1梯有48%，生2梯差不多35%，生3梯敢若有12%。另外，县府甲台大病院云林分院合作，补助户口伫云林未生翁仔某做人工生殖，上悬会当补助2万块。我们涉及在云林的夫妻有2万块的补助啊，所以等于是对他们的负担就减轻的非常的多。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去年1整年呢，有47位的夫妻呢，得到了县政府的补助，而且他们的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也超过70%以上。诱因很弱，很弱，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社会非常的蓬勃的情况压力之下是没有办法负荷的。婚礼民众表示，生育津贴的钱要摕来养囡仔，实在是无得无杀。针对这点，婚姻县政府表示，县内最近这5年，当年差不多减少要3000人，人口数呈现负成长。虽然即马提悬津贴的补助，无法度随改善计生育率，不过会要求各局处持续规划检讨相关的政策，提供幼稚囡仔较好的环境，嘛提悬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墨西哥当地时间初3暗时发生一站地铁的交通意外，列车通过高架桥的时阵，规座高架桥却是向放落来。这场意外上无有20人死亡，70人受伤。救护车紧赶到现场，在警戒线甲远景的阻挡之下，受伤身躯的家属甲民众，敢若会当着急等伫边仔。墨西哥初3暗时，首都墨西哥市地铁12线的一个高架桥，向伫列车通过时阵放落来，造成2节车厢摔落地面。因为当时桥底往来车辆真多，桥放落来了后嘛，跌到真多车辆，造成真多人死亡。El caso de las 20 personas que lamentablemente perdieron la vida, sí hay algunos menores. Lo que les puedo decir al momento, lamentablemente hay 49 personas trasladadas a hospitales. 代志发生了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被伫半空中的车厢内底协助乘客逃生，嘛伫桥底对发生意外的车辆进行救援。最后伫确定车厢内底拢无人了后，动用吊车甲落来车厢刷走。Quiero decirles a los familiares si me están escuchando, si tienen la suposición de que alguno de sus familiares venía en el tren.Hay aquí un área de atención y está también en cada uno de los hospitales un área de atención para familiares. 当地媒体报道，这条地铁12线是10年前，即卖外交部长厄伯拉特做墨西哥市长的时阵所建造落成的。当时的工程施工搁捌受到民众投诉指控违规，若是高架桥现在会放落来，当局该进一步调查。关新闻，但是同朋友。讲到印度疫情继续伫咧严重，因一天以来，搁再增加35万人以上确诊，3000多人死亡。也因为疫情大爆发，互医疗体系规个崩盘，在送诉车是赶紧运送。就算新德里头一座送诉厂也开始运作啊，不过因国内送诉病床位以及着医护人员有关是严重不足。也因为医疗人员欠卡手，官方规气讲要甲考医护人员证照的人直接派因投入去救灾工作。即时便利的送诉特快车驶去疫情重灾区，顶面载是一台一台送诉的租车，内底政府医疗用液态送诉，救命工作是爱赶紧。印度疫情严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的统计，确诊已经证实超过2000万例，22万2000多人过身。过去24小时新增加超过35万确诊，3000多人过身。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真侪专家怀疑是不是情形恐惊更较害，因为病人短时间内增加真侪，医疗系统崩盘，餐费药补加送诉严重不够，真侪病人今年排到长乐路等待治疗。有当地媒体报道，一寡病院因为缺少送诉造成病人死亡。新德里教科一间时刻教表示，教导免费提供送诉管啊，予病人帮助。因找回一丝丝生存的希望。बंदा ऑक्सीजन के बिना नहीं मरना चाहिए। ऑक्सीजन बड़ी छोटी सी चीज़ होती है जो आज बहुत बड़ी लोगों के लिए समझ लो एक भगवान या एक समझ लो कि अवतार है कि ऑक्सीजन मिल जाएगी तो बंदा बच जाएगा। 新德里车厂启用第一座制造送诉的工厂，搁伫附近打造照护中心，一摆营收至差不多20名病人，逐工用制造1500公升的送诉，因为医护人员共款严重不够。印度车厂然后17医生甲护士的证照考试，互直接用上场来救援。If there is any help that we can get from the West or from any other countries, is not just oxygen. It is like any major disaster. What happens in a major disaster, an earthquake? Teams of doctors, nurses, hospital beds come in and they build up a hospital from scratch quickly, like a major. So that is what has to happen.
世卫组织印度代表奥普林表示，印度这摆疫情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卫解封了后无遵守防疫措施，让病毒有机会滚假。同时也讲，虽然发现国开的传染的变种病毒，目前主要流行也是原本的病毒株。公司新闻因浩如编辑。讲到这半个月以来，香港出现3宗传播感染源的变种病毒个案。最近一宗是4月初4对印度入去香港的一位负责人，伊伫咧饭店隔离21天，验无病毒，等到因兜了后5月初2才来确诊，最后害到住伫咧港栋大楼的民众拢爱去隔离。另外，之前有一位菲律宾的使用人去染着武汉肺炎，香港政府也下令讲，所有外籍使用人拢爱进行体检，所以也引起歧视争议。印度疫情甲变种病毒继续拖到国际，香港新增加一名变种病毒确诊案例，是4月初4对印度坐飞机到香港的家庭主妇，伊在饭店进行21天隔离检疫，2摆检测拢是阳性，有是4月25回去厝的，5月初2到病院检测确诊，已经出现抗体，港栋大楼住户赶紧撤离进行隔离的检疫，这是半个月以来第3宗感染变种病毒的案例。政府有冇考慮下，其實每日可唔可以設個上限，係有幾多個旅客可以入到嚟香港？因為越多輸入個案入咗入嚟咧，對我哋嗰個防疫其實越大嘅危機嘅。理大團隊進行經由基因定數嘅分析，發現香港上少有10宗境外移入個案是去餵到印度嘅雙層變種嘅病毒，因為這病毒甲南非變種嘅病毒同款，會比一般病毒更加傳播。而專家也煩惱75%嘅變種嘅病毒入境嘅患者是無症狀嘅，必須愛趕緊來追蹤。即會出現下一波疫情。變種究竟擴散幾多啦？但係嗰個我哋唔緊要，最緊要係我哋而家係盡快進行嗰個追蹤。有前2例變種病毒感染者是印度的10個人，加菲律賓籍外籍使用人。雖講港府要求全港外籍使用人提高進前接受強制檢測，並且研究要求選育也是屬於的外籍使用人必須要注射疫苗，引發歧視的批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講，檢測是適當的防疫做法，注射疫苗是也未定案。並不涉及任何嘅歧視，無論係種族、語言、社會地位，都唔會係有分別嘅嚇。最大嘅基礎咧係風險。另外，香港衛生局初3公告指出，42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也是流感疾病的個案，有症狀甲新冠肺炎差不多。當局要求這學校馬上停課5天，並且納入強制檢測，包含老師、甲學生、甲來訪的人客，必須在初6進行完成檢測。記者綜合報道。Microsoft 的創辦人比爾蓋茨昨晚傳出講要和伊的太太離婚的消息。比爾蓋茨在網絡頂頭表示，經過思考加班會了後，伊原是決定要結束這段27年的婚姻。外界也在咧關心講，代表3.6條資產離婚了後是要安怎分配呢？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昨日向在推特頂懸宣布，經過再三的考慮，抑閣有拍拼挽救了後，伊甲因牽手梅琳達決定離婚，結束這段27年的婚姻。比爾蓋茨初3在文章內底寫講，伊甲梅琳達過去27年，養飼3個傑出的囡仔，而且建立一個基金會，引導全球的民眾過健康、有意義的生活。因兩個人也是會在基金會做伙做工課，不過無法度佮伊翁仔某的關係繼續來成長。希望外界對因人生新的階段，會當互因空間，也個有溫書。今年65歲，比爾蓋茨1987年熟悉檢疫交回梅琳達，因兩個人行7年了後，1994年在夏威夷結婚，生2個查某囝，佮1個後生。2000年的時陣，兩個人共同創辦比爾甲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投入推動全球健康、性別平等、甲教育等等的工作，這嘛是全球規模上介大的慈善組織之一。Both issue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both this unpaid work that happens at home, so time and also energy. When you think of those as societal issues and what needs to happen, you really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view if you're going to change them. 結婚了後，比爾蓋茨甲梅琳達對外一直呈現出模範夫妻的形象。雖然梅琳達捌在伊的傳記內底講到比爾蓋茨因為無暝無日想過頭暝爛做工課，所以在這段婚姻當中感覺真孤單。不過一直到舊年，因也是會在網絡頂放閃開，互相感謝對方是人生當中上介好的伴侶。然後這個文字嘛，因為兩個人宣告離婚，真在過去的代誌。外界估計比爾蓋茨的資產有1300億的美金，差不多是3條6000億的台票，去互富比士來做全球排第4的好野人。這條大條的財產離婚了後要安怎分配，嘛正做外界焦點。
因提高离岸的花生炖酒，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若无特别的协议，婚姻期间的财产会并进来分配。不过，双方要怎处理离婚了后的财务，目前也无清楚。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讲到即马高中考大学考试有分做学测甲指考，不过教育部进前考虑讲要甲111年的大学指考改做分科测验，而且甲本地7月册考试延到7月底。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人认为讲大学是未赴安排新生入学，学生的部分要做兵税处的问题，要求教育部就要好好规划。英国高中考大学指定考试的科目7月册考了，8月册就放榜。不过教育部建议要将110年的大学指考变作分科测验，而且延到7月底来举办，8月底再来放榜，引起一寡师生甲家长的反弹，认为有的大学9月册就开学，上接的时间实在太过紧。正常来说，其实同学入学之后呢，会收到学校。就是例如说你要不要抽宿舍，或是例如说有一些入学通知。那8月25放榜到9月1号入学，其实只有短短的5天。那其实这样子其实是有点，其实很瞎的一个状况。李家豪嘛讲，有的高中3年的学生会先利用休赖先去做兵，考试时间延后嘛可能影响因的权益。更加有家长认为，有钱的家庭就会想济把囡仔送去补习，恐惊会扩大城乡的差距，嘛有教授点出几6项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7月中以后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风季。那如果在7月底考试的话呢，那非常容易遇到这个台风季。那我不晓得教育部有办法承担这个，尤其是离岛的这个部分遇到台风的时候这个配套的这个措施张耀文表示，要让高3的学生学习完整，应该对课纲等等来调整，唔是头听伊脚，脚听伊头。面对侪外来的意见，教育部是回应，目前还未来定案，会请招联会参大学、高中来沟通。招联会嘛，等你召开教务长工作小组的会议，等有共识，才会搁做决议。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促转会伫测试举办发表会，促转会表示，过去讨论历史档案无一定是正确的，甚至搁爱加参与者、加害者等人确认。即届发表成果着真侪特务人员线明，甚至是军法官的访谈，也拢这受访者也拢强调讲，家己是依法行政。促转会今年2月26日捌办成果发表会，说明2奖当上中正纪念堂等等维权上顶改革的成果。这个月测试，促转会搁再举办发表会，展现几年来的成果。这摆发表会是甲层级有关，来讨论压迫体制当中的运作。那我们这一场希望把军事审判体制，然后以及监控体制，那以及党国的协力，不同机关之间的协力拉高。我们有针对就是相关的军法官、情治人员跟县民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访谈。促转会表示，过去大家常常拢是以历史档案为主来做讨论，但是档案的正确性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所以佫需要透过实际访问加害者、参与者等等压迫体制当中的人，确认档案记录是真也是假，嘛会使来看清楚，这个人伫压迫体制当中扮演什么款的角色。促转会表示，亲像大法官释字第68号讲，要参加叛乱组织的人伫自首，也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脱离组织进前，应该算是继续参加。这件解释就是一个真好的例。他可能很小，12岁、14岁的时候，外省人嘛，在中国大陆可能参加了什么共产党、什么儿童团之类的组织，然后等他到了台湾之后，他没有自首。就被检举、被抓。那我们问了这些军法官说，他那时候还小啊，而且惩治叛乱条例都还没有实行。那他们的回法其实很像那种公式套用，就是有4至6罚嘛，对，没有办法。几乎所有的不管什么层级的指挥者、审判者，这个第一线的执法者、情治机关的人员、办案人员。都会说自己依法行政。促转会表示，转型正义的推动分阶段进行，每一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困难度拢无同，有的是牵涉到政治，也牵涉到社会配合度。促转会讲，过去一直拢透过各种活动来甲社会对话，未来这嘛是转型正义推动的重点之一。记
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日本政府进前宣布讲，要将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咱台湾的渔民下晡也举行记者会，认为海洋若准受到污染，渔业就会去了，甚至消费者会惊到无买鱼啊，鱼啊价销大落，渔民也会受灾殃。福岛第一核电厂核载废水2年了后要排放，在日本当地渔民是继续反对，另各项国业渔民是大规模来抗议。面对台湾政府就严正来关切，有渔民代表批评，讲这敢若无关咱家己的代志，表示核载废水若是排出来，影响是几啊十年，那污染海洋，台湾的渔业就拢去了咯。如果海洋受到严重的污染，我们的渔业就完蛋了。我们的海洋经济一定会落到很凄惨的地步。渔民的代表真不满，台湾的渔民长期以来在钓鱼台周边的海域，一直受到日本武力南挺的扰乱、弄击、扣押，已经是要靠无目屎。这阵日本要排放核载废水，恐惊会互台湾的渔业是真危险。而上界烦恼的就是，若是因为消费者惊吓，唔敢来买鱼啊，而最后受害也是这渔民。那更忧心的就是我们的鱼价是不是会这样子？引起这个消费者的疑虑的时候，鱼价会下跌。对此，渔业署是搁再一摆表示，已经积极来收集背景单，将来一旦若受到污染，会有配套的做法。而将来也会扩大来采样，及时掌握渔产品是不是被污染。那我们现在春夏秋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检测，所以在这个检测的密集度上都会加强，那点数也会增加，这个部分请大家安心。渔民的代表在国民党立委陪同下举行记者会，对政府提出4大诉求，包含对日本提出严正的抗议，要对海洋的生态甲渔民的生活提出具体保护的方案等等。若无得到合理的回应，无排除要发起大规模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新德县有一间庇护工厂，对去年以来收入是减少3成。这阵啊，因希望讲用着当钓时的鱼仔来生一罐咸酸甜，帮助因渡过难关。甲腌了3档鱼仔翁仔拍开，连面就闻到香味。新德县关西这间庇护工厂受到疫情冲击，人客愈来愈少。餐厅去年到即马收入对每个月40几万，落到30万，比过去落尾3成。对我们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们除了餐厅以外，还有做烘焙的部分。那我们烘焙其实需要的就是到外面去义卖，可是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有很多地方都不能去，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场合，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收入。为着要增加收入，员工利用4、5月是当钓时的紫苏梅啊，去邀请家属做伙参加 DIY 活动，希望社会大众会使支持，互因渡过难关。大家互相帮忙，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一些需要照顾的孩子啊。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别人在照顾啊。我们县府其实有我们自己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会至少在我们府内会加强推广，说这边的产品到底有多特别、有多特殊。虽然讲疫情最近变较暗，不过员工表示，若是社会各界愿意斗3工，一定会使渡过这个难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高雄有民间慈善会甲主管在地民众做伙成立一区，专门护士大人种植餐园，因鼓励老大人种有机菜色兼做运动，会当愈活愈健康。这芹菜，葱啊蒜，边仔遐香菜。陈浩庆阿公甲阮小解伊的菜园，一区菜园是伊甲因某做伙咧种，收成袂歹。另外一片嘛种了真侪作物，是这位康生一个人亲手整理。这番薯啊，桥啊，拢家己种的。是啊。 72岁康生因为捌中风，关伫厝内真久，后来因为因某领养这块地，伊的生活完全无同。 但是无啥爱来，多数伊无甲少，伊家己来，佮一工来甲伊挽草，家己种植有诶无？即摆来，佮一工来多数来一工来2摆，伊是来遮种植，甲大家互动互伊的病情，中风的病情煞怎好起来？这番薯啊，这真正有机的，我种的咧，足好食咧。
主管这区农园是在地善心临书馆的600多平的地，协助祖先会规划，专门予退休长辈会当来种植。真侪人原地咧讨海，毋捌做事，来遮才学安怎种植。我加足欢喜的，我甲袂伫厝呢碰去坐到6岁，迄伫厝呢哦，看电视伫坐，毋是哈伊就拄久，系啊。啊来遮做甲足欢喜的，精神阁足好的。考虑讲长辈伊的体力是毋是会堪一啊？啊，所以我家规划了6坪，包括伊的水吼，每一格内底面吼，一个长辈就是讲一个号码嘛吼，拢有一支水抽啊。包括护士我拢家己穿甲做好势。这是高雄第一个民间经营专门予长辈活动的农园，目前已经有50人领用，阁有人真有心，伫每一个菜园写一句台湾俗语。阿公阿嬷来遮种有机菜色，种植兼做运动，嘛食着健康。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若准去到南非参加生态旅游的人，可能捌摸过西亚镜，不过这款的活动也特别禁止啊。南非政府初日宣布讲，要全面禁止前期60年的饲西亚行业，不过却无提出具体时间表。南非政府初日伫首都约翰尼斯堡宣布，会根据专家小组的报告建议，禁止前期数十年的西亚养殖业，来维护南非的国际形象，摆脱废西亚经济的国际臭名。But we don't want captive breeding, captive hunting, captive petting, captive use of lands and their derivative. 南非政府2019年指派专家针对西亚养殖业做调查，经过2年研究，这份600页的报告做出16项建议，指出饲西亚明显威胁南非西亚保育的永久性。目前南非有数百养殖场，有8000多只的西亚甲其他大型鸟科动物。西亚囝一出世就甲伊的妈妈分开，互妈妈用继续生囝。西亚囝就用人工来饲，顺后果关系真对。伫细只阶段，就被放伫个生态景点，互游客来绑架，斗阵翕相。搁较大一事啊，就互游客感受甲西亚共性的体验。这西亚愈来愈大只，变甲无法度确保甲游客安全互动的时阵，就会被送转去养殖业，或者是卖互其他单位。另外，就是被载去拍腊场，当作是拍腊的战利品。The trophy hunting in South Africa is quite big relative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Quit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hunters, quit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wildlife economy. 虽然国际动物团体对南非政府决定表示肯定，不过什么时阵才能全面禁止饲西亚呢？不知报告的专家团队无法度共识，就连南非政府也无确实的时间表。不过，也保育专家指出，假使无适当的替代方案，偏向就停止拍腊，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甲当地社群。根据2018年南非西北大学研究，南非拍腊产业每年营收有将近100亿新台币，伫政府无法度定出明确的市场机制进程，会西亚经济产业链恐惊无法度阻止。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明仔载天气稍好的时摆，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1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